美国总统川普对着留学生的政策影响继续的扩大。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伫报讲，这个国务卿的鲁比欧已经签署这个电报，讲为了要进行社会媒体审查，将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签证的申请的面试。这消息一日出来，不少台湾学生拢受到影响。所以讲教育部伫2月就讲，签证的面试一切照常。验过学生呢，填完资料、纳钱了后，却是无时段会当进，敢若是已经无多注文啊。对了这点，美国在地协会发言人李安迪表示讲，领事部门会一直调整，会确保有这个时间审查所有的案件。点入 AIT 的网站，准备记录留学签证面试时间，不离课。网络显示无时段通选，时用满，或者是未当预约，和准备要去遐读册的学生拢真烦恼，就惊家己的未来规划受到影响，全部变掉。填完他们规定的文件，然后也缴费了，但是缴完费之后，再进入到那个预约面试的页面的时候，上面就写说完全没有可以面试的时段。原本欢喜收到录取批信，却想袂到因为川普的政策碰到真侪挑战。原来川普的留学生政策有变数，美国政治新闻媒体引述国务卿鲁比欧签的电报，内容讲到为着做社群媒体审查，会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签证申请的面试，影响的人数是哪来哪侪人？一些关于入学之前要做完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继续做，这有意义吗？我还要继续换美金吗？7月特别开学的冬奥生受到影响，今仔学费已经付超过65万的新台票。虽然教育部组织讲面试正常，所以冬奥无法度继续面试。来看申请留学签证的流程，要先去 AIT 网站写资料，写完了后入系统恢复费用和面试费用7万5，再当伫咧线顶预约。已经预约的冬奥面试照行，不过申请了后也未预约的，敢若目前无法度预约，敢若会当戆啊等。川普对留学生的政策一变再变，有冬奥面试线嘛是心惊惊。其实还没有拿到手，就是真的说还是不确定，一定是会紧张的。应该还是可以送件，然后但是这要看就是后续有没有什么变化，目前是没有。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李安迪回应，目前学生赶快当申请签证，领事部门会不断调整排程，确保有时间审查全部案件。川普甲脑筋动向教育界，和真侪有留学梦想的台湾囡仔心惊胆吓，就惊家己的政策亲切害牺牲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